妈听的来的么？一切妈去刚才公那边那有啥的？也什么也那牛话，这大个干嘛大个这不听到手机了买的出去，搞的，那连我们就给了啊。连我们就入去啊，他老钱的人多了嘛，都买钱了，他家上了没有？他家没有是那没有。也什么也那牛啊，这大个干嘛大个这不听到手机了买的出去，搞中，啊了，连我们就入去啊。我啥就了偏嘛的，这能对的嘛，那能嘛对的，那他过去能教会啊？哦，当你吃嘛才中啊去，哦，谁大个干嘛大把这不是手机都买的出去，吃就是吃么大把了，我们大门空了不能就把你嘛他，你倒是，大嘛就肉他就，你就把你嘛他肉啊，吃点个鸡，就咋个，吃的出去偷的你鸡，抽烟干嘛也不吃。吃吧，吃就要搞这个抽烟干嘛烟呐？就要在这里抽起不买的，吃了单买个工人就把你妈妈吃他，吃完要把你妈他，你的吃完这样，拍就变成他钱不，咱就那种这种人呐，把这出家容易就给我烟不吃，打都不吃，烟不他，等你真的把钱嘛拿着来，是吧？他把脚了，俺们也叫你了打人脚。这这，哦呀，把这去掉，好了，这多了。啊，你讲我他别个讲的，把这去掉，怎么说掐他？掐嘛了我哥，我把这用这里多的。人讲我差别人家吃东，人讲我差别我嘛有没事？人我参加别人的作业的课的，这把年纪咋的了？别人的中央个内容送来的嘛，都抽掉了去嘛。让我差别作业的，这把年纪咋的了？别人的中央个内容送来的人嘛，都抽掉了那个收掉了那个，没了去嘛。人讲我差别个我嘛也不行。让我差别个我嘛也嘛，起码都得回到交别的我说有事。啦，哎，当然，蛮多现在没，哦，蛮多现在没办的，蛮多现在没办的，我当中带着了，因为俺家就，他在交给跟称上弄的上头。那真装备把的呀，装备把空了嘛，你知道的，我马上现在没办种，那你去哪里都上嘛，马上现在没办，真的空了都是装的，没麻烦没得，拿了都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们东西就没得空，你知道他进度就没得空，我们缺少马车有什么的，当中弄了你懂了，跟就二个。俺这老姐讲说的看不懂你们的，操作的养懂了，我们打不着就说懂了，都能讲懂。打住，这记者。打到来吧，我打的开心了，到时候我懂了，我天天做嘛呢？现在看高说讲用，看高说居然用过了哇，这嘛都是用过嘛的，年头年的用啊，大家摸摸啊，呀。哦，这大个干嘛大把对吧？什么抽起的买的去给，好的，我送了哇，不送那也不了哇。我送的，这大个干嘛大把抽起的买的去给，这就是钱没大把了呀，大买个工人们就对，他的去大呀我妈的工人你叫俺用没得嘞，这大买工人们就对，全部大把又不是多久一口，这对得起没大把的了，大买。